台风前的留言哈，尼伯特什么伯特哦，超级强台风来临之前的晚上就会风也很大了，已经从东部那边登陆了。那到礼拜五风也都会很强。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之前要做好防台准备，怕棚子会被吹倒，旗子会被吹倒，塑胶桶比较轻的，怕被吹走的要小心了。这里是柳营泰康有机农场，柳营泰康有机农场，你看很有创意的。你看它还牛车啦，小木屋啦，古早味的，你看古早味的坟屋了。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，今天7月7号呢，重要日子哦。1937民国26年7月7号，北京卢沟桥7·7事变呢，揭开8年抗战序幕。